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愛彼皇家橡樹系列26331ST。1972年，皇家橡樹系列憑藉精鋼標殼、八角形標圈、格紋標面以及與標殼一體成型嘅標帶，顛覆咗高級製標嘅常規。皇家橡樹系列嘅前衛設計及意念漸漸獲得業界嘅賞識，依家已經係愛彼品牌別樹一幟嘅標誌腕錶，成為咗不可取代嘅當代經典腕錶。26331ST 腕錶，標殼以精鋼打造，標徑41毫米，厚度11毫米。作為皇家橡樹計時碼錶20週年紀念錶系列，重拾咗2008年推出嘅雙色標盤設計，但係添加咗嶄新細膩嘅細部設計。腕錶搭配專刻大型格紋裝飾嘅黑色標盤，配備加大尺寸嘅銀色計時盤同埋新款轉印字體，加上精工嘅修飾同埋更明亮嘅夜光塗層效果，極大程度上提高咗獨時嘅清晰度。而腕錶精緻嘅手工拋光同埋霧面打磨交錯處理，彰顯咗線條嘅美感。26331ST 腕錶由2385自動上鏈機芯提供動力，以3804件零件製成，動力儲存最低保證40小時。機芯亦都具備咗計時同埋日期顯示功能。呢款咁精彩嘅26331ST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